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人類觀察課》。現代嘅香港人普遍籠罩喺一種強烈嘅集體無力感之中。當現實政治、經濟同埋公共衛生環境發生翻天覆地嘅變化，原本穩定嘅社會邏輯被打亂，人類大腦天生對未知嘅恐懼就會被無限放大。呢個時候，如果有人能夠提供一套解釋一切嘅劇本，唔理呢個劇本幾咁荒誕，都會成為墮海者嘅水炮。光明卡 Illuminati Card 正係喺呢一種環境下，被一班人同埋 KOL 重新包裝，甚至發展出自家設計版本。所謂嘅偽光明卡進行發售，咁唔單止係一場關於陰謀論嘅討論，更係一場關於認知權力嘅爭奪戰。要拆解呢啲人憑乜嘢樹立權威，我哋必須睇佢哋點樣操作預言。案例一係大埔宏福苑火災與火龍隱喻。2025年底，大埔宏福苑發生火災，網上隨即瘋傳某 KOL 自行研發嘅卡牌，卡面上畫有一條火龍盤踞喺睇落好似舊屋苑嘅建築物上。佢宣稱呢一套係自己設計嘅卡，而且2年前已經印好。但係事實上，火災係香港高密度住宅區極高頻率發生嘅意外。佢喺一套卡入邊，只要有一張涉及火，一張涉及倒冧，一張涉及救護車，就能夠喺事故發生後第一時間跳出嚟講。你睇呢個就係我預言嘅火龍，佢嘅技術特點係利用咗事後歸因。如果當日發生嘅係水浸，佢就會拎出水怪卡。呢一種廣撒網後對號嘅模式係所有偽預言者嘅基本功。案例二係名人猝死與心臟停頓。每當有演藝界、體育界名人因病突然離世，佢就會拎出畫有醫護人員或者心臟波形圖嘅卡，將呢一啲死亡歸咎於深層政府 Deep State。透過卡牌將一件不幸嘅隨機醫學事件轉化為一場有組織、有預謀嘅陰謀，咁就可以令聽眾產生一種錯覺。呢一位 KOL 掌握咗死神筆記，然後高呼乜乜哥你又中啦！佢想對其他人展示自己對陰謀論嘅清楚無比。喺心理學上有3個深層原因，第一係巴南效應與認知留白。巴南效應指出，當人面對模糊籠統嘅描述時，會傾向於將個解讀變為針對自己嘅精準預測。卡牌嘅圖案通常充滿象徵意義，例如一隻眼、一條蛇、一個斷裂嘅時鐘。呢啲符號喺唔同嘅事件中可以有完全唔同嘅解讀。當佢用極肯定嘅語氣解釋呢啲符號時，聽眾會不自覺咁填補其中嘅邏輯空隙，將模糊誤認為深度。第二係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 嘅陷阱。當聽眾一旦開始相信呢位 KOL 係覺醒者，佢哋嘅腦袋就會自動過濾晒所有預測失敗嘅記錄。如果佢用自己設計嗰套卡預測100次，只中咗1次，咁聽眾就會覺得嗰一次係神蹟，其餘99次係時間線變動或深層政府臨時改劇本。呢一種自我辯護機制，令佢嘅權威地位硬過一嚿花崗岩。第三係群體極化與覺醒者嘅身份認同。YouTube 嘅留言區係一個強大嘅同溫層。當大家都留言話好準，任何理性嘅質疑都會被標籤為未覺醒嘅人或政府打手。呢一種排他性令聽眾產生一種精英心態，只有我跟隨佢先可以睇穿呢個世界嘅真相。咁點解會有人唔滿足於講原版光明卡，一定要自己設計一套？呢一個就係知識產權化嘅權力運作，因為原版卡係原創者 Steve Jackson 嘅觀點，其他人只係翻譯者。但係透過自行設計，佢就完成咗由讀者到創作者嘅轉變，唔再係翻譯人哋嘅劇本，而係寫劇本嗰個。當將呢啲卡實體化、標價寄到購買者手上嘅時候，佢實際上係將自己嘅意識形態實體化，植入到每一個買家嘅生活。要理解點樣利用偽光明卡，首先要睇下佢口中嗰套深層政府理論係邊度嚟。所謂嘅 Deep State 理論最早起源於美國，
主要係指有一班唔受選舉影響、隱藏喺政府內部嘅官僚、情報機關或者大資本家，佢哋先係真正統治世界嘅人。呢一套理論喺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後達到高峰，憑乜嘢自行設計呢？佢憑嘅係資訊翻譯權，將 Reddit、4chan 同埋 QAnon 嗰套極端理論透過廣東話進行二次創作，包裝成得我先知嘅秘密情報。真正嘅1995年光明卡其實係一種政治諷刺嘅卡牌，但香港有人將佢去諷刺化，直接當成真嘅歷史。佢利用大眾對共濟會 Freemason 或者光明會 Illuminati 嘅神秘想像，將所有社會問題，例如加息、戰爭、瘟疫等，全部推俾一個虛構嘅幕後黑手。咁樣做嘅好處係簡單好易明，聽眾唔使去讀經濟學或者社會學，只要有一套卡，佢就覺得自己掌握咗宇宙真理。而佢展現出對陰謀論清楚到好似特務嘅人設，其實係因為佢成功將外國理論香港化。點解要畫一啲似香港地標嘅圖？因為咁樣先可以觸動到聽眾嘅生存焦慮。例如畫一個似中環嘅金融廢墟，或者一個似大埔旺角嘅火災現場。當一個陰謀論同你居住嘅社區掛鈎，警覺性就會取代理性。佢憑嘅唔係預言，而係對香港人心理陰影嘅精準投射。佢會經常用覺醒者嚟形容自己嘅聽眾，用 NPC 或者羊群嚟形容唔信佢嘅人。呢一種二元對立嘅語言係樹立權威嘅捷徑。當你買咗套卡，就唔再係一個普通市民，而係一個睇穿劇本嘅精英。呢一種優越感係套卡能夠高價售出嘅核心價值。點解聽眾會覺得佢好似瞓喺人哋床下底，乜都知咁？呢度涉及好強嘅媒體操縱手段。首先係語氣嘅權威化，你會發現佢講嘢係好少，有冇可能，或者同埋我猜測呢啲詞彙，反而會用極之肯定嘅語氣話 Deep State 嘅下一步一定係咁。呢一張卡已經寫咗，冇得避等等呢一種斷定性嘅語言，咁樣會令大腦感到安心。因為大腦經混亂，而佢就提供咗秩序。其次就係視覺暗示與潛意識植入，佢會不斷重複展示自家卡牌嘅圖像。心理學上有個現象叫幻覺相關 （illusory correlation），即係當兩件事不斷同時出現，例如新聞片段加埋佢張卡，個腦就會自動建立因果關係。即使兩者根本冇關，都會覺得張卡真係中，最後係封閉式邏輯 （close logic loop）。如果你質疑佢唔準，佢會話因為計劃變咗，或者呢個係 B 計劃。如果質疑套卡，佢會話你係被主流媒體洗咗腦。呢種無懈可擊、唔可以被正偽嘅邏輯，令佢喺聽眾心目中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一旦佢成為咗預言嘅代言人，就擁有咗解釋現實嘅壟斷權。聽眾唔會再去睇正統新聞分析，會將生活入邊所有唔如意嘅事都喺卡牌入邊揾解釋。佢成為咗聽眾同現實世界之間嘅中介人。呢一種權威地位，令到發售卡牌唔再係賣玩具，而係賣一種精神毒品。聽眾買完一套會想買第二套擴充版，因為佢哋驚自己會斷咗資訊源，驚自己會跌返入去羊群入邊。當成功透過自己設計嘅卡牌樹立咗先至形象之後，下一步就係將呢一種影響力巨大化，已經唔單止係賣一套卡咁簡單，而係一場精心嘅商業利益。呢一套卡通常唔會大規模喺普通鋪頭賣，而係透過預售、限量或者只限會員頻道購買。佢會強調呢一批卡係用特別紙質或者印量極少，只留俾有緣嘅覺醒者。透過人為製造嘅稀缺性，將一套成本可能只需幾十蚊嘅紙牌賣到幾百港幣。聽眾買嘅唔係產品，而係一種我有你冇嘅身份優越感。賣卡只係第一步，一旦聽眾接受咗套卡牌系統，佢就會推出配套產品，例如用嚟解讀卡牌嘅收費課程，標榜可以避開卡牌預言災難嘅能量礦石，或者係每個月收費嘅 Patreon 深層解釋。
呢一種係一套完整嘅恐懼產業鏈，先用卡牌製造焦慮，再用其他產品提供偽安全感。而呢一種權威對社會大眾其實有一種深遠嘅負面影響，我哋稱之為心智萎縮。當聽眾習慣咗用卡去理解世界，佢哋會失去分析複雜問題嘅能力，例如討論社會問題，唔再睇數據、政策或者歷史背景，而係睇張卡畫咗咩邪惡符號。呢一種將世界符號化嘅傾向，令到大眾嘅思考變得極度單一，甚至變得反智。佢憑藉卡牌宣揚乜都係假，乜都係陰謀，長期浸淫喺呢一種資訊入邊。聽眾會對社會所有機制，例如醫療、科學、法律、傳媒等產生盲目嘅懷疑。當一個人唔再相信任何客觀事實，只係相信一個 KOL 畫嘅卡時，佢已經喺精神上被徹底孤立，變成最容易被操控。再者，長期等待預言發生係一種極大嘅壓力。聽眾每日睇片，其實喺度揾緊下次災難幾時嚟。呢一種生活方式會令人長期處於戰或逃 （fight or flight） 嘅壓力狀態，對精神健康造成不可逆轉嘅損害。面對 KOL，我哋點樣去反駁佢？就係邏輯主權。下次佢攞套卡出嚟問一個問題。呢件事發生之前，敢唔敢公開講出具體嘅日期、地點同埋參與者？如果只能夠喺事後解釋卡上面嘅抽象圖案，咁佢就只係一個藝術家，而唔係預言者。互聯網係有記憶㗎，好多所謂幾年前畫落嘅卡，其實係喺事件發生前夕，社會已經有風聲嘅時候先趕工出嚟。我哋要學識質疑資訊嘅來源，而唔係盲目接受人哋提供嘅時間線。一個真正想揭露真相嘅人，會教你點樣思考，而唔係叫你買佢套卡。當你發現一個頻道嘅重點開始由分析真相轉向神化自己同推銷產品時，呢個就係最明顯嘅紅燈信號。而所謂嘅偽光明卡現象，本質上係一場現代版嘅造神運動。原版光明卡煙和揭示咗世界嘅荒謬，但現代就有 KOL 利用呢一種荒謬，為自己建立咗另一套權威。佢哋憑對陰謀論嘅熟悉，設計出一套睇落好似深不可測嘅工具卡，目的係要喺呢一個混亂嘅時代入邊收割聽眾嘅信任同埋金錢。真正嘅權威唔需要透過故弄玄虛嚟證明自己，真正嘅預言亦唔需要事後對號入座。佢表現得越係乜都清楚，其實反映出佢越係心虛，需要透過更多嘅卡牌、更多嘅術語嚟掩蓋根本無法預知未來嘅事實。喺呢個乜都可以認自己係權威嘅年代，唔好將你嘅認知權交俾任何一個攞住卡牌嘅 KOL。世界嘅真相永遠係掌握喺願意獨立思考、不斷求證，並且敢於接受隨機與不確定性嘅人手中。KOL 能夠喺短時間內樹立權威，除咗自以設計卡牌之外，YouTube 嘅演算法同埋 Patreon 其實係秘密武器。當你因為好奇點咗入去睇一張自家設計卡牌預言香港嘅片，演算法就會判定你對末世陰謀論有興趣。之後 homepage 就會被同一類嘅內容佔據。當連續睇咗10個唔同嘅 KOL 都講緊同一個劇本時，個腦會產生一種假覺，全世界都講緊，一定係真㗎。呢一種係人工智能驅動嘅集體催眠。佢好中意喺節目內同聽眾即時互動。當有人留言話套卡好準嘅時候，情緒會迅速傳染。呢一個過程其實係一種群體極化 （group polarization），喺一堆人一齊叫好嘅氛圍下，即使你原本有懷疑，都唔敢喺留言板講出口，因為怕俾人攻擊係未覺醒嘅 NPC。佢就係憑藉呢一種群體壓力，令自己嘅權威變得不可挑戰。一個權威最驚嘅係錯，咁如果件事冇發生，佢哋點自圓其說？呢一度就睇到佢嘅專業。如果嗰一套卡話2024年底香港有大災難，但冇發生，佢會話因為我哋覺醒嘅人夠多，集體意識改變咗劇本 timeline jump， 呢一種說法極之無敵，因為你永遠無法證明佢錯。另外就係佢會話 Deep State 見到我揭穿咗，咁所以佢哋臨時改咗劇本，改咗去另一個日子。
透過呢一啲唔可以被證偽 unfalsifiable 嘅說法，佢不但唔會跌落神壇，反而會令聽眾覺得佢真係好嘢，連深層政府都要避佢3分。其實佢憑乜嘢去自己設計一套偽卡？憑嘅係對人類認知缺陷嘅深度剝削。佢表現得乜都知，其實係因為手握住劇本嘅筆，中意點改就點改。咁真正嘅真相唔係一沓卡，亦唔係一個 KOL 嘅口水。真相係需要勇氣去面對不確定性。當你唔再需要透過買卡嚟揾安全感，能夠對呢啲 KOL 嘅斷言付諸一笑時，你就係真正覺醒啦。咁當你見到佢好有自信咁介紹自己嗰一套卡，話掌握咗深層政府嘅最後劇本，請你記住過度自信效應 （overconfidence effect） 呢個心理機制。一個人表現得越係乜嘢都好清楚，往往係因為佢需要掩飾內心對複雜現實嘅無知。真實嘅世界係由無數偶然、角力同複雜系統組成㗎，冇人可以乜鬼都知咁預測。佢之所以咁表現得咁肯定，係因為佢知道肯定係一種最好賣嘅產品。聽眾唔係想聽可能，聽眾係想聽一定。佢提供咗呢一種情緒商品，而偽卡牌就係呢一件商品嘅包裝盒。我哋要明白，陰謀論嘅組合就係將巧合改為必然。當你見到卡牌上面嘅符號時，試下用多角度去解讀，而唔係淨係聽人哋嘅單一版本。因為一個符號其實可以套落100件事度。當你覺得某個理論好有道理嘅時候，睇下邊個係最後獲益者。如果結論永遠係，所以你要訂閱我，買我套卡，聽我講嘢，咁呢個就係一場精心設計嘅營銷活動，多過係一場真相揭露。當你能夠睇穿呢一套自製卡、話預言、立權威、賣周邊嘅公式，呢一啲所謂嘅權威就再冇辦法對你進行心智收割。喺呢個真假難分嘅年代，最有力嘅護身符唔係任何一張卡，而係你腦入邊嗰套邏輯同批判性思考。人類觀察課為你帶嚟唔同嘅人類故事，分析人類種種嘅不同心理面貌，觀察人類不為人知嘅陰暗面。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頻道，記得俾 like、分享、留言，當然仲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下期節目再見，拜拜。